因為厝傷舊，考慮要賣厝的人，建議會當小評估一下。因為你的厝若是佇咧台北市大漢的附近，租厝的行情可能會比你想的要個較懸。考上第一學府台灣大學絕對是一項榮耀，不過這租金可能超出您的想象，每坪租金上看到將近2000元，而且這個金額還不是全台最貴。根據統計，大漢附近平均一個月厝稅上貴的前3名攏佇大安區，台師大、北科大、台大一個月厝稅都愛2萬。平均一坪上貴是台師大的2015塊排第1，第4到第6名分別佇士林的東吳甲銘傳以及文山區的政治大學，厝稅攏愛上萬，算大概一坪也攏愛破千。確實是一個負擔。台大它是有一些自己的宿舍，只是說它可能就是會對於就是住在台北的人，可能就比較不容易租到。它的額外的花費會變得很多，然後自己可能就沒有辦法存什麼錢，或是生活壓力變得說，除了課業以外，還要面對經濟的壓力。有人可能會講，政府有提供稅厝補助，都市的學生啊符合條件，一個月會當摕到2400到3600的補助。楊哥就愛甲大家提醒，包括樓尾店個塌起嚟，無經過合法申請的分租套房，以及萬寶借款的非主體性的東西，攏無法度通過稅厝補助的申請。那它是不是一個合法使用，都會在你未來居住上有一些風險性。那當然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要去注意會不會其實是這種地下房東。那你當然可能在租金補貼上面就沒有辦法申請哦，或者是說有沒有一些這個非法使用的狀態。厝價貴33，較好的大學都連厝稅也驚倒人。離鄉背井的學生啊，未經入學都愛成為着稅厝問題來煩惱。